隱藏哀傷嘅哀傷。我哋以為我哋唔講哀傷，佢就唔喺度啦。我哋以為我哋唔再感受哀傷，佢就過去啦。問題係我哋唔再講佢，唔再感受佢時，被隱藏嘅哀傷，因為冇任何嘅管道可以流動離開，導致每個家庭成員都各自面對住自己嘅哀傷，卻又唔可以讓彼此知道。我帶領走過悲傷工作坊時，經常會雕塑模擬家庭嚟解說家庭成員嘅哀傷。嗰一日，我邀請咗8位學員主動扮演父親、兒女、祖父母、外公同埋外婆。我問佢哋：請問你哋當中有邊一個願意先離開人間啊？有一位扮演兒子嘅男學員舉手話：我願意先離開。當時佢喺度扮演一位僅有6歲嘅男生，上有父母、祖父母、外公同埋外婆，下面仲有一個妹妹。男學員咁樣嘅答案係讓我好驚訝，但係因為尊重佢嘅意願，我哋唯有讓佢瞓喺地上，隱喻住佢已經離開人間。團體裏有一位女學員坐喺團體中睇住我哋做家庭雕塑，佢突然喺椅子上彈起嚟，指住嗰個瞓喺地上嘅男學員講：呢個就係我屋企啊，呢個就係我哥哥。講完之後，頓時感覺到自己失態，又講緊安靜咁坐翻原位。我知道佢喺願與唔願意開放之間掙扎。我觀察佢時而激昂，時而封閉嘅能量，相信呢個唔刻意嘅情景，可能嚟自更高層次力量嘅安排，好讓呢一件事喺佢面前重現。我問佢：你想唔想扮演妹妹啊？我邀請佢走入呢一個虛擬嘅家庭裏，扮演新生命嘅誕生。自從呢位6歲嘅男生去世後，佢誕生啦。妹妹對不起，佢選擇咗一個位置，即刻踎喺媽媽嘅跟前。佢睇住媽媽，但係媽媽唔願意睇住佢，只係持續咁望住嗰個已經逝世嘅兒子。呢一個係一個想屬於媽媽嘅位置，呢個係一個只係睇住媽媽生活嘅角度。呢個位置決定咗女孩嘅一生，呢個角度亦都決定咗女孩嘅視野。女孩嘅力量剎那間封閉起嚟，佢連忙翻到去自己嘅座位上，直視住自己啱啱創作嘅家庭雕塑。我讓之前嘅女學員代替佢，繼續踎喺媽媽嘅跟前。我請佢哋3個人講一啲說話。扮演女兒嘅學員話：媽媽，請你睇睇我。媽媽不發一語，依然係睇住嗰位去世嘅兒子。扮演兒子嘅學員對妹妹話：妹妹，對唔住。呢句話觸碰到佢嘅內心深處。佢坐喺團體內，眼淚大滴大滴咁從眼眶裏滑下。大部分人嘅哀傷其實並唔需要被治療，亦都唔需要被輔導，只需要安靜咁坐喺旁邊陪伴住，睇住佢雙眼流落嚟嘅眼淚，浮現住多年嘅哀傷。我哋嘅團體安靜咁陪住佢好耐。更深層的哀傷，我主動劃破沉默，再邀請佢。我唔會要你再入去，我反而希望你能夠坐喺呢度睇一睇呢個家庭到底發生咗啲乜嘢事。我媽媽從來唔對我哋講哥哥去世嘅事，佢將自己包裝起嚟，讓自己好積極、好樂觀、好開心。但係我知道佢唔係開心㗎。我頭先聽到哥哥話佢對唔住我，其實我內心好痛。佢冇對唔住我，我哋全家都好愛佢，到而家都仲好愛佢。佢嘅眼淚不曾停止，我仿佛睇到哀傷喺呢個時空終於可以自由咁成為佢嘅自己。我對佢講：如果你能夠為呢個家庭改一個名，你會諗到啲乜嘢？佢睇住佢自創嘅家庭雕塑，思索咗一番，嘆咗一口氣話：呢一個係隱藏哀傷嘅哀傷。
我隨即問，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呢個係咩意思啊？呢一個家係隱藏哀傷嘅，哥哥去世係一個事實，只係因為媽媽冇辦法面對哀傷，全家人就刻意配合媽媽隱藏哀傷，咁樣隱藏哀傷嘅哀傷先至會教人哀傷。我覺得佢講得好好，一針見血。聽到佢咁樣解釋，我完全了解佢剛才時而開放、時而封閉嘅能量，係從媽媽同埋家庭中學翻嚟嘅。畢竟我哋嘅父母點樣面對哀傷，亦都會直接影響我哋如何面對哀傷。睇住佢，佢就能流動。喺大部分嘅家庭裏，討論死亡係忌諱嘅，死亡所帶嚟嘅哀傷更加係唔可以多談。為咗唔再讓大家痛苦，我哋要一齊將哀傷收埋起嚟，收埋喺連我哋都忘記將佢收埋喺邊度嘅地方。其實哀傷想要離開呢個家庭，因為幸福喺門口等咗好多年啦，希望你接班。但係呢位家人將哀傷隱藏，佢就沒有管道離開呢個家，亦都冇位置讓幸福嚟接班啦。我哋以為我哋唔講哀傷，佢就唔存在；我哋以為我哋唔再感受哀傷，佢就會過去。最大嘅問題係，我哋唔再講佢，唔再感受佢嘅同時，被隱藏住嘅哀傷，因為冇任何管道可以從呢個家庭流動而離開，導致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各自面對住自己嘅哀傷，卻又唔可以讓彼此知道。隱藏住嘅哀傷，讓大家心裏存有一股壓抑住嘅能量，冇辦法疏解，因此哀傷先至會變成憤怒與憂鬱，嚟干擾每一個家庭成員嘅生命。我好欣賞呢位妹妹主動跳出嚟話俾我哋知，佢嘅家庭就係咁樣隱藏哀傷嘅。喺當下突然間再次封閉自己，係因為佢想要好似媽媽咁繼續隱藏哀傷，搖擺喺要揾翻佢或者係要隱藏佢之間，呢兩股內心嘅思維不斷咁樣喺度交戰，直到我聽到佢嘆咗一口氣話，呢個係隱藏哀傷嘅哀傷，佢終於掙脫咗媽媽面對哀傷嘅模式啦。我暗地裏替佢高興，佢唔需要重複住佢媽媽面對哀傷嘅經歷。我能夠感受到佢喺當下嘅哀傷，亦都笑啦。喺呢一個空間裏，佢被妹妹嘅眼淚同埋言語釋放咗，佢唔再需要被隱藏，佢被妹妹睇見啦，亦都被妹妹感受到啦。佢終於可以流動啦，感覺真係好。從事哀傷撫慰工作嘅心理治療師威廉華登曾經講過，完成悲傷工作嘅第一步就係先去接受失落嘅事實。善生就係要我哋將隱藏多年嘅哀傷揾翻出嚟。我哋需要做嘅係睇住佢，感受佢，咁樣先至能夠睇見而感受到佢背後隱藏住嘅愛與思念。就好似呢位妹妹一樣，原來哀傷嘅背後有住佢對哥哥同埋媽媽濃濃嘅愛與思念。